Groupbuyer.com 為你推介。睇完咁多住客嘅真實評價，呢間酒店真係有唔少捧場客，唔少人都係回頭客。有個住客仲話已經住過4次，證明酒店水準穩定。酒店服務真係要讚，前台員工有禮貌又周到，仲識得幫客人升級房間。有對夫婦慶祝結婚紀念日，酒店仲特登佈置房間兼送紅酒，真係好貼心。房間方面，大部分人都話乾淨寬敞，新換嘅床褥瞓得舒服。不過有個別住客反映房間有異味，呢點酒店可能要留意下。餐飲方面，自助早餐同富臨門中餐廳普遍好評，但下午茶同任點任食午餐就有人話選擇少咗啲。有個趣怪經歷係，有位先生話朝早聽到有人叫佢起身，但房入面明明冇其他人，真係幾得意。地理位置同周邊設施都係加分位，附近多餐廳同按摩店，交通又方便。整體嚟講，呢間酒店性價比高，特別係包餐嘅套餐優惠，難怪有4.4分嘅高評價。如果想揾間服務好又抵住嘅酒店，呢度確實係唔錯嘅選擇。深圳富苑皇冠假日酒店嘅商務套房只需1078港元。呢間酒店坐落喺羅湖商業購物旺區嘅黃金地段，行2步就到東門步行街同大型商場，買嘢食嘢都超方便。交通仲要4通8達，一出門口就係國貿地鐵站，去羅湖口岸同火車站更加係5分鐘車程就到，快過你煮個即食麵啊！1 Prego 高級大床房，高級雙床房，豪華大床房，豪華開放式大床套房，豪華雙床房，開放式雙床套房，維也納壩，行政開放式大床套房，行政開放式雙床套房，泳池，中餐廳，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，午市任點任食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